呀，各位聽眾，歡迎咱個大隊嚟邊嚟學緊節目。這個禮拜咧，我有幾日嚟特別嘉賓嚟介紹者，老趙到啲英國英國中，歡迎英國中。Hello， 大家好。英國中嗰邊有嚴先生，英國中嘅嘛，歡迎嚴先生。嚴先生，我媽本是做先生，我爸本是做先生。Oh, that's good。我嘛只鹽本嚟，我嘛要用目睭，我嘛頂到加起來是目睭就上嘅下生嘅好嘅下生。我嘅學生加晒啊！你有錯嘅喎，好似學嘅你一做一加啲得咯，一加齊啲得咯。加啲貝花就冇啊。加啲等人烏啦。等人烏對哦。我爸頂到把架先生嘅時候，了到後尾伊退休到啲協和，小學協和。啊！歡迎嚴先生，了個有到啲不是到啲得落嘅老趙嚇阿龍到啲得落，當佢你幫警察冇乜想咧。真是勁嘅，要我到啲新嘅所在嘛，當然。新嘅所在，咁我聽你點聲停車㗎，馬來西亞停車啫啊！再10點鐘，我當然是10點4。快10點鐘啊！快我都冇多邊啦。冇多邊。來播個就得扮 music。都好，我係教人講 greeting， 見啦，講 greeting 嗰陣時。啊，對，你係講韓國呀？冇，我同你講，我用檳榔加韓國 combine 嘅。哦，好食。來，當今晚好咯，來報告就係導演到啲得咯啊！我同你到啲，來就放 music， 來，我來報告啫。那個後調，阿龍，當今到啲得咯。我到啲金正恩嘅樓卡。金正恩嘅樓卡。到啲韓國呀！韓國了，人食個味道啊！韓國，裝嗰邊有阿藍蛋就裝啊！嗰邊阿藍唔知話？嗰隻是蘑菇啦，蘑菇嗰邊特別就係先。我聽到藍蛋咯。正規咯。是唔是正規先？你正規先啊？聽係阿藍。聽裝係會。聽係阿藍。你會啊？應該點？我會點？蘑菇會啦，頂是。唔是話咩？還沒熟，有是話咩？你聽沒有？biu 呢？是你出啊？有。我mute掉。加番椒仔咯啊！好啦。OK，แล้วก็ตอนที่เป็นนั่ง老趙回車歡迎 Hello， 歡迎，大家好。去車咯，入到先都俾來冇。加到應該 OK。哦。琴日未到啊？未俾我。琴日未到，你個談 something special 你個咋俾？我啲心冇嘢個，冇吹。都開嗱個講啦，阿龍。都掉，我同你講，古quyền啊，你冇嚟掉我咯，冇計。我落掉，嗰邊落掉。哇，落掉話個冇去嘅，咩嘅啦？你嘅咧，你落音咪先睇情嘛？冇你嘅咧情一落 promote 就係就是嘅情一能夠嗌俾嘛？佢話我頭先落音是乜情？佢話。蘑菇，我聽到個女嘅咧，biu。你 mute 掉我聲，我啲隨播嘅 mute 嘅 button。OK。呀，先話唔準。你都面叫住啊？嚇，咱對邊啲學緊讀講咩啊 ？Last time 我睇隨 history 對對佢2康8年、康9年行去隨對對咧，冇都冇咧嘛？有啊，那是你按怎聽你特別？我有聽隻 focus iPhone 嚟講，有一個是隨 history 啊。對佢講，你特別就是 iPhone 嚟聽，是唔是 ？iPhone 嚟聽啊！你就是 iPhone 嚟聽你愛聽舊啦。你就到底去我本來學見嘅網頁下，因為我另外一個 feed 是舊嘅 show 嘅咧。因為個隻網頁是要睇隨嘛，你2康8年、2康9年冇，冇得隨冇你啊！這首並冇咩？好
哦，你忘記拎嘅嘛？你到 DJ website 哦，不是咩？等我吹下。係咪見到即係呢個情嘅？我下卡辦事啷個結拍嗰時，我俾佢，哎呦，死我不得腰喎！等陣我本就有事未到，我你回來咧，我本炸回來。炸咩？哎呦，你啥呀？我炸你！你話去請咗啲啥下，去一個韓國出名，有一下騎嚟翕相，應好玩。會使，我得下禮拜去。我幾出名盡你些人本債就是近南啊嘛。哎呀，龍做咩show 你旁鏡互我看到。你冇看到迄個物件就好了。咁數看到 monster 對咗嚟。而家南西你衰啊，南西。你哋 warning 我叫我咪講話，叫我慢 comment 伊嘅旁鏡。有見啊，韓國嘅鬼未冇呢？韓國嘅鬼比較計。佢有講韓國話，我上次咱去時就咪驚咯，咱去搞到很個 corona，咱未好聽嘛。OK， 等陣剛我俾介紹過，大媽開車介紹，แล้วก็有把你個來南西歡迎南西。大家好。แล้วก็大家好，แล้วก็有大媽毛毛菇咯，毛毛菇嗰邊個冇必爆冇啊嚇，歡迎毛毛菇。就掉 ，maybe 搣掉。แล้วก็ตัวที่ Skype 係俾個獨立頭歡迎。你聽到我嘛？是唔是？OK， 我是咪注意過？這是唔是I do， 但係我聽到聲是唔是 I do？ 這禮拜咧我咪講咧，就是。你樓卡咯，本聽到咩？你好了。你咪嘅神實啲嗱，毛毛菇對嚟啊，毛毛菇。Kick 一聲就是伊嘅，แล้ว我砍掉 app 咪亂，砍掉咩？砍掉 icon 啊？我 restart，我 OK 啊 ，OK 了啊 ，OK 啊，冇數啦，你等乜字你掃到一麥呢 ？OK， 同見呢？你厝下邊嘅，你厝你車攬個蛋㗎？哦咯，阿妹唔是蛋啊，唔是車蛋啊，伊厝攬蛋。哦，我厝攬埋兩就好啊，你隔壁啊？阿妹。唔知，呢條樓頂。只 send 我 message 下 me too， but 哦，OK， 啊，我每個啷嘅即係禮拜咱要講話題咧，就是會講關係，咱本來福建誒。用變嚟福建啊！你拄到朋友啊，拄到人嘅事啊，無相點聲，無相事，拄到朋友都誒，等陣上地多數卡嚟啊！歡迎 Hello， 誒，將我搣掉啊 ，because 我食物件。嚇 ，OK， 感謝。TikTok，成間毛毛菇咧嚇。唔是我啦。แล้ว OK， 等陣我同人講，是兩張出邊住人有 Snapchat 咧啊。對話到底 Snapchat 嚟啊？嗰係一人 Snapchat 呢？呀 ，OK， 嗱，當今晚那是你是邊啲學人嚟聽講啊，歡迎嚟個正，佢咧當然佢咩嚟參加啊，人邊啲學人錄音啦嚇，嚟，所以我特地幫佢人看我嘅 Snap 角啦，那是人會直接要對話呢，哎呦 somebody， 嗱，人要對話特地正。嗰啲YouTube 唔知叫咩 YouTube 會去看我嘅 Snap 角，阿邊你到底邊咧學見到 comment 白嘢乜嘢？你使 at 我到底即係亂嘅 Snapchat 嚟。OK 哦，嚟將正直接病人啊，將用 Snapchat，佢係少人計較用，啊老人用嗰種老人。哎呀，我咪是我未曉 Snapchat 是咩？我問你咯。咱老人未曉，住人有用 Snapchat 定？我在 Snapchat 代表冇用，因為上隻 app 上我買去 download 了啦。Snapchat 就出日本 ，Snapchat 就出日本啊，是你用你去點？是咩來？誒，即係 line 我早一時間 line 上嘅嘛 ，line 咁 similar，你看冇是出邊嘛？Snapchat 是成個 Snap 是協調英語 ，Chat 是拍殼咁咯。所以咱講咩下？冇即係學掉，你知話啥 ？Hip Hop 係咱講。Hip 講。Hip Hop。然後叫我叫 Hip Hop，
Snapchat 是我嗰啲冷嘅學嘅話，冷嘅學嘅，冷嘅本來學緊 .com 嘅，唔是本來學緊。冷係學緊話叫hip hop。hip hop 咧咪是你就是有嚟講下，你係你諗去 download 啦。所以後我到底本來嘅事我係 Snapchat。我俾再講咯，男細你講 Snapchat 就係一人用下，佢這是唔是較少人嘅人用？冇喎，冇啊！我就係我按第一本用嘅啊。哦，因為少年是幾歲？你少年是咩意思？少年是這邊就我看伊是十幾歲，啊個12、13歲啦，比較會12、13歲到 maybe 30歲，你看咯，用。哈，對，不能用啊。對 download，OK， 然後 OK， 我可能講就意思你這 show 下分做按咗用 Snapchat，OK，Snapchat 假流人按咗用 hip hop。啊啦，把你去 download 看啦。啊耶，假流人 download，真係趣味嘅，我講聽啊，你做，係咪？按照做login 啊，set up，I don't log in 咯 ，sign up 咯，那是你冇 sign up，啊，呢啲嘢啊，你Malaysia有人用哦？係咪物件？Malaysia有人用哦？有啊，有，上地有哦，但唔知條字你冇人。上地冇人啊，สวัสดีครับ我講聽啊，我第一世界上邊啊，我第一世界，這是呢，這是一 filter，是假笑。我話這是一個出面話，我你看啊，咱看英國中，咱看英國中啊，你看起來咧呢邊。應該睇看起來個，咁樣看起來啊！耶，冰嘅炒淡薄，冰到冰，冰加冰，哇 ！OK， 咱直接要對話嘅人就會看到淡薄英國中嘅。咩以為小英啊，我變成個亂嘅呢？你咪是協你亂咯，唔知啦咧。呢邊成亂啊，你亂成呢邊啊。係啦。到底是亂，還是變搬袂掉？我攞頂掉。OK 耶，人家咱若是人有 Snapchat 人看咩對話，你我個 Snap 個人去攞嚟使啊，我教人怎樣啊，這就特別。英國中間南西雲你 ready 時啊，我教你啊。人家咧看到我 screen 咪係我啲經名睇嘅。嚇 ，EKD， 開車啊！我用嘅 phone。哦，對，用第一款同伊講，我就 OK，或者你去做啊，這個咩多數看乜去做本啊？咁地 ，because 啊，我有啊，你叫我有啊，我當今計未記我password 做工，我記กด forgot password แล้วก็記อย่าตัวเป็น password OK， 然後咱無 Snapchat 人後當今聽到這 show 嘅人後，我看乜去慢慢去 download 啦，然後 download 咧，我教你安怎用。你當叫我實用 Snapchat 領啊 ，because 我講我對別人嘅事啊，應該當我對別人嘅時候，我係 trip 嘅了後，我是用 Snapchat 為 document 啊。所以 Snapchat 我可能你 download 嘅時候，我可能講 Snapchat 上面乜嘢 ，Snapchat actually 是上個Twitter 上個Instagram 呢，特別你使翕 video，你使寫字，會使翕小影，然後呢，你放起嘢嗬，你放嘅物件，伊直接4點鐘嘅，你知啊？所以伊直接4點鐘過嚟就冇去誒。所以若是講你要對我要做咩物件，是我要看人。若是講我想要看，我要看多數卡到底上地做咩啦，我咪對咯。你伊翕係咩物件？若是伊個伊囝嘅冇去嘅時候嚇，翕小影嘅時伊翕 video 啫。你我看嘅時候，我到底接4點鐘內面，你我都係看到啲人咯。誒頭頂你應該用嘅，我要看你啲韓國會。我真係成我看，我download咗。OK， 我要看，你先攞咩對下，你先攞咩對之類伊無凊彩愛到會除掉嘅咋，你咪再講伊名只，你梗係除掉。แล้ว特別你愛互人看咩物件，你咪放咯，放咧是啦，咁我名互人用去咯。我名嘛上，但係我用。因為我南西安尼看可不互人用去啊。Ghost 南晒咯，我講聽啊，一項咧做咩事？邊咧我就 excited，邊咧學見嚇，有即個 Snapchat 是因為，點知我講咩？我講唔掉嚇，我是唔是講？我講咩嚇？應該不是頭頂我定住我講唔掂啊，關係
關係。我想講，因為我世界邊咧學見是因為人。甲人變得學見真正有意思誒，因為即個個伊個 Snapchat 嘅 logo 是直接鬼嘅嘛，咱變得學見特佢只講鬼個數嘛，咱看到我到底 website 放係咧鬼嘅Snap code 咯，我 try 起咯，我找你變嚟學見嘅 website 可能看你 Snap code，但我 keep。我是即係錄翕相應啦，錄嘅寫字嘅成個。你應該捌看過，I think 你應該捌看過some social 或者 social media 嘅。所以我冇錄教錄一個 snap。哦，你 add 我了嘛？add 咗。哦 ，because to go through 自己 contact 你看到我係嚇。because of phone number。我幫你 access。OK。我幫你 access 起來。你使 add 人後，你使用 Snap code 嚟 add 人，你就。係咪是 Snap code？ 你我忘你 code 啦，我俾你 add 到。嗱，我講下你我 code 嚇，你可以看者，你人夾你係你嘅小應該翕到啲一邊，係你 camera， 你 camera， 你嘅手動者，你嘅手指掉，一對對除掉啊咧。一個陰尖了，伊把手半係咪話？咩啊？佢講都 simple 啦，即係迄個啦。OK，記嘛，特別你應該愛啲 add 我了嘛，應該點數裏面 add 咯。特別你愛使 add 人，後你使很係啊。但係人會 add 啊，應該點還是會 add 後點嘅時候，咱使記起來呢，我哋當就嚟啊。好。我做唔到啦，安怎你安怎用呢 video 嘅方？你我用 video 嘅 function 還是你用 video 嘅？哎呦，謝謝啊！我就 add 到。哦，這是 why。我 snap code 是。好啦 ，John show 者，我就 take video 者。OK，等下，我錄 login 啊，錄。做到啦。可以啦。所以你人去迄個video，你就是第一刀咧，就是 video 嘅；第一件咕咧，就是video。喂，你幫一刀塊就是翕小影，你幫啊第一條就是翕 video。哦 ，I see，OK。我冇。有啊未啊？到時候看。我學掉，等陣我特別除學掉，學掉你有啲。press and hold friend snap code to add them. Yeah. Okay, so 安怎啊？錄 hold。到時候翕啊未？翕啊 add 啦。OK，了你那是這變做 snap code 嘅 class 嘅 ，Snapchat 嘅 class 嘅。我未 add 到啊 ，add 到唔知你講咩？哦，你 app set up 未？你 login 啊未㗎啦？有啦，我幫你做先。你看，你去嘅時候，你教你 page 嘅時候，講聽導演你看啊，這裡啊，這裡你揾你教這 page 是這一個一粒咧，就是你係第一刀就是翕照小影咯，你驗咕就是翕 video，OK？然後是正面，你看一隻人嘅 frame，你 imagine 啊，你我翕到啦，等翕照。即等我學你個，特別你會等我 Q 落嚟先，我 Q 落嚟，你就翕外國嗱。你point 你 camera 咧，後你幫到啲外國嚟，成日被掃啊呢，掟掉。Swipe for filter。哦，明白。冇，你唔是掟一粒咋，你唔是掟一啲翕係一粒，你是掟外國嗰邊。你而家你 camera 咧照掉外國，你咋？我明明講成日等等係你 QR code 啊嘛，但係。對，特別你特別幫，真係對。我幫你寫嘅時候。我都看到，有。有咧，除咗啦。I think 是除咗啦。I think。了，你人就是了你看到咪 at 咯？但我咪過翕嘅位時候實已經冇水真嘅。冇喎，你全部就落去。後啲你話你係充電啊？冇啊，上住你啊。有上嘅號頭啦。冇 WhatsApp 是上號俾我冇嘅。WhatsApp 上號俾佢我哋話是佢啊。我俾你認為你係號頭是你係邊一個號頭啦？哦 ，WhatsApp 我是用上號俾。
我 WhatsApp 啊，WhatsApp 我是用電嘅。應該係使啊，未咩？我唔知。我想背啦，WhatsApp 會參加 Snapcode 啊？未啦。我講聽你啦，阿龍都寄你過起來行到正啊，你佢識嘅啦咪 at 咯。OK，我過起來我教亂作用啊！我講聽啦，伊我哋話嘅背。我看到了，我看到了。這是啥？我教人這 Snapchat 嘅地圖哈，Snapchat 嘅地圖，人這 hip hop 嘅地圖就是咧，中午正就是你特別用嘅位咯。你頂面咧，就是你嘅 Snapcode 位，你 Q 落來係了，然後你 Q 落來，你你 Snapcode 就是到一邊，我你要學人看你 Snapcode 是較大，你幫你 Snapcode 咋？對，當然我來 at 你，呀。我冇明白安怎成個看你嘅 Snapcode。用你嘅 Snapcode add keep 落邊話，我冇明白安怎做。龍較慣啦冇，較慣啦 ，because 阿龍劍招病啊！我看我係 add 你袂，特別我袂曉做啦，就是。阿龍較慣啦冇 ，because 較驚咧，你 user 你Google Hangout 伊會跌雜掉 ，OK。OK， 隨着你啊。公司啊。Add friend，耶！那邊咧學見啊，咱就要做一陣嘅人，邊咧學見啊，人甲咱甲叫就是hip hop 誒。Add friends add by Snapcode 啊。add by Snapcode，乜 add by Snapcode 先係講你有 screen capture 到你 phone 嘅位，你會使乜？screen capture 所安怎用伊嘅 ？OK 啦，我教你啊，我教你。你到底因為老作咯，那邊咧學見咧，就來咧你嘢。OK，那就啦，就你。所以你是話 screen 睇下 add by。no。按照我是表我刪好路，我是安怎呢？你被 at 人係啥咪？你被叫我 at 路嘛，不如我愛刪好路咧。我係啲 at 你啊 ，because 你 at 我時我係使經 at。特別你看到我咧嘛，嗬，我刪好路。我看到，when 你人 at 我嘅時候，我係看到人嘅，所以我係使 at 人就對咯。所以應該叫我教你啊，你被 at 人嘅時候，你去你嘅 normal 嘅 screen， 你 neutral 中嘅 screen 咋，係對。neutral screen，OK。And then 你看到你人嘅角嘅時候，那些就是我手是你角啦，你對你手安尼綁掉 screen， 你看你一家砰啊，係你砰啊，當然。OK， 後條你使驗你嘅 Snapcode 起來未？做你講未？耶！我講我Snapcode setter 咧嘛，搞掂咩？Snapcode 阿龍啦 ，Snapcode 安怎講啊 ？OK。唔知啦，等陣，我做呢個。協點。OK。我唔是，嗰是河名咩？協名。特別咱這是一點嘛，咱看幾點。協和這成協和啊。暗號嘛 ，password。對。協和咱係你鬼嘅，你落海鬼落石。key how。Oh yes。耶 ！OK， 所以咱若是到底當然聽到本來學嘅誒幫一人嗬，咱會使過去到底本來學嘅.com 嘅幫一人看，我特大 show 嘅時我 post Snapcode 到底喺邊啊，咱使去 at 我到底喺邊，然後咱咪載別人嘅，成個阿龍嘅啊，成個後雕嘅啊，不阿龍就是後雕，阿龍後雕，咪載南西啊，咱會使甲我講，是咱使去 YouTube 位，咱去 YouTube 位看，到底 YouTube 嘅位，咱都會使用伊個 Snapcode 嚟 at 人啊。嗰有另外一個安怎 at 人，你真係無上嘅辦法 at 人嘅咋？你 at 人嘅時，你會使成個淡仔，你使講你看到一個人嘅 Snapcode 啦，特別你無去開你 Snapchat 嘅 app 嚇，你翕條小影起來啦，然後你使接去你 Snapchat 嘅位頂面嘅位，北方位，咱講北方、西方、南方。我看到阿龍嘅，阿龍是叫我 invite 喎，唔是叫我 add 喎。係咪嘅？你講？阿龍都 at 人仔未？阿龍應該我冇識，阿龍我有嘅是馬來西亞 number， 但我識下面 number 識 Korean number 識。特別你使用你 Snapcode 啦。我用 Snapcode 啫嘛。伊 username 是叫咩？你看 username 未使，特別你使叫伊夾起來咯，阿龍佢夾起來。等陣，跟住輪人咯。人去南方，
攏去南啊不去北方位哈，較懸淡薄攏，yeah，good，攏去北方。Key house 是唔是？你免 Q，你用到啲你攝小影嘅 screen 位，你係照伊哈，我看到 somebody at 你啊，唔知是覺得對。是咩？哇，你好袂手酸啦喂！較懸較懸。我baru 我 baru 寄一個 snap 一個，伊無寄好記號啊，寄好順格跟米菇跟無毛白。你使寄 ，OK， 你兩行款嚟寄啦，嗱，即講你翕啊，是你翕啊，你俾確下，你翕嘅物件，你愛寄好啊，你就愛經就一人愛寄好一人，咪使，啊是你使寄入去你故事嘅位。你 story 嘅，但是你下啲去你故事嘅位嚇，就是講伊變做假人會看到，有 at 你人會看到咯。後面是 Team Snapchat 是後面啦。Team Snapchat 是讓 Snapchat support 嘅，讓 admin 讓 welcome 你可能。OK，so 咦，南西水啊，南西。你看到啊？耶！你說伊啦，你說我說未到。哎呀，我看南西，我特別 screenshot 這個誒 ，because 伊個無嘢。你學做咩你本來福建你學起看未到你變嘢啊？得啫，有咩？冇咩？啊，頭先有啦。啷南西 at 到人啊未？南西 at 緊人啊未？我 at 到你呢，我冇看到阿龍嘅。哎呦！唔知啊，等你我去 WhatsApp save 下 number 先啦。你到底 Snapchat 嚇，你就免用 number 本 A 啦嘛，你用伊個對嘅，還是你在伊名嘅？我教你在用啦，你梗係曉老人，南西人你特別用，你看你看你 screen 嘅時啊，你看到我，你當然未看到我啩？啊，看啊，肯定啊。你在那 screen 嘅時候，你到底這 screen 啊，咱這是動物啦，咱這是動物。你去動物嘅 screen 嘅時候，你這些我這是我骨啦，這我手是你骨嚇，大媽弄嘅起來，你掟你綁掉伊，你看伊出耳孔咧，砰嘅係了，伊耳孔砰，伊就是 scan 你骨，when 你一 scan 你骨嘅時候，對龍對跳起來啊，然後你特別掟入去就對，龍來個知道，我諗使做。เราไปโชว์ลองไอ้ snap กดเลยสิฮะเรา特別去เลย正面嘅鬼เลย北方嘅อันนี้ steady 啊，我知啊，就除掉等陣等佢除掉依個結局先，去北方嘅拖落嚟。哦，你到底中午嘅時你使拖較懸咁冇咯？你有米菇你係做工會真係大勁咯。哈，攏佢看到我做工嘅。我係實對條我開始去大陸門去嘅站班啦，冇啦，望翕晒放出來。OK， 我講聽，我若是對我嘅人嚇，我係使去看我嘅 snap 位，我係使去看我嘅 snap 位阿龍嘅，然後我就使去 at 伊度入面。你使做 screenshot，我要做 screenshot 咪係哦。你使你看到我long screenshot long snap 過咧嚇，讓別人對我嘅人嚇，讓對使用你看到阿龍嘅snap 過嘅時，你使 screenshot 即期嘅時候，我教人這本就出別。after 你 screenshot 啦，了嚇，你使用 add by snap code 啦，就同埋人講啦，你 add 你拖落嚟去北方咧是 add friends， 你去 add friends。係北方去你北邊啊。定係北邊對面咪叫北咯，北項啊、南西啲啊，東。你南西啲？南西啲是北北，12點去3點跟6點。哦。แล้ว你去北項對面咧嚇？啊，我拖落嚟嘛，我就啊，所以你拖落嚟啊嚇，你係 after 你翕了人啊。After add me, add friends, my friends. 你係 add by snap code 係咯 ？add by snap code 咧，你就接佢啲 camera roll 嚟，你接佢啲 camera roll 嚟啊！所以你到啲 camera roll 嚟嚇，你哋看到，嗱是講，你看到下邊你翕掉 snap code 嚇，你去幫你 snap code 嚇，佢就 automatically add 你嘅，真係勁嘅。哦，OK。
即係先，一條啊，你一條啊，let's say 我幫我 feature 條攞去對阿龍嘅人條，咁了 OK 當今南西咧，我看你個了即係英國地方我看你個日本囝有 Snapchat 哦。冇啊，我嚟結本嘅，幾明君話。我已經是自我嘅小英迄啲 Snapchat 嘅小英咯，你一來一隻龜咯，一個耶，迄個龜咯，then 安怎龜後，你一流浪咯。你要做咩？你要講你要做咩性能嘅？唔知啊，一邊一個耶龜咯，一個 win 嘅龜咯，咁咯，你倒對出去啊？安尼看你龜啊，是唔是安尼？係啊。OK，英國點啊？你行較懸淡薄，較遠淡薄，slightly。我未數咯 ，because 我用掉我嘅電話。我用掉我電話。我未數啦，我用掉我電話。我把錄咗，我用掉我電話。其實等陣啊。特別啦，係看掉我嘅 Snapchat 啦。OK，我已經OK，這是英國等陣我係英國EKD。然後 at 人老咗啊 ，OK， 人咁樣啦，聽到這 show 時，我問這 show 辦事，我可能覺得有新嘅朋友啊。我是想講，to be 嘛，扮人去但係我講 snap，我你 screenshot 我 feel 到我冇變逼，我唔知啷個變逼哦，啷 screenshot 啷個變逼哦。要隻辦法 at 人嘅 snap 過啦，你知啊？你使用咗一部上辦法嚟 at 人 snap 過，頭先就是特晚那是講我 show 你嘅 snap 過嚟講，你使舉你 camera 位下，一頭幫然後呢，一攞嚟 call 就掃啊，就接嚟啊，一攞嚟 call 掃就 at 掉咯。然後第二嘅辦法咧就是，那是你要做，那是講我要介紹人，你去當今去我 snap 嘅告訴佢下，你我係即 keep call 嘅告訴人面，你一對講你看我頂到嘅，我係讓成個淡仔就 snap 個，龍嘅 snap 個，加英國中嘅 snap 個，到底我係告訴佢嘛。但是你看到你被 at 伊嚟講下，你 because 你看到我係告訴，所以你被掃伊咋。特別你使做 screenshot 浪在 screenshot 嘛，然後到底 iPhone 嘅是。即係 home 機嘅即係包機訂就嘛 screenshot 咯。when 你 screenshot at 你時，伊是唔是只係 camera roll 嚟掉？翕到啲啲小影嚟噶，只係啲 camera roll 嚟。然後你使會 at 人後，你使到啲 Snapchat 入面 at by Snap code 咧嚇，然後接起入面，伊 automatically 接起係你 camera roll 嚟咋。所以到啲 camera roll 嗱，我靠你看正，你突然接起到啲咧 at by friends。Oh shit！ at friends 即係 at by snap code。when 你做 at by snap code 時 automatically 接佢 camera roll 嚟。你都看我當佢我係 camera roll 嚟後，我係看到即係嗱即係人，即係我做隻 screenshot 啦。我看到你在 camera roll 咪是關係看到你看起就掉咯，對唔對？when 你到啲 Snapchat 入面接佢 camera roll 時候，我當即係人嚇，我當隻 screenshot， 我當呢隻伊 scan 佢咯。scan 咧當然隻人起來咧，是我 at 伊，然後我突然間就 at 伊咯。所以你使翕相人嘅 snap code 咧，是慢慢對去 at 人這樣子。OK， 當然咧使暫時分啦。當我咪講話即係想辦起其實有新嘅人對人嚇 ，because 佢嗱聽只這邊咧學嘅你聽講已經有對話咧，到啲正嘅 Snapchat 嚟。所以人但是未曉嘅人咧，對話咧是我教亂一樣。because 老早我係看到人㗎了，咁唔是人係看到我嗱，我係看到人愛做後面物件，幫曬幫住我冇看到。I mean 問你幫嘅時啊，你唔是 automatically 嘅機器你幫曬幫住。有冇去？實人去食 dinner 嘅時啊，係咪未時啊？人㗎啦，人係 snap แล้ว你係對咗，變咗學嘅你自己㗎แล้ว你看到樣。咁人貼圖都看，咁人掉面係個掉。咁咧冇講話啦，這個手電啊，靠後面講話個別人啊。咁咧冇講話咧。係啦，咁啊所以手電呢？等我看阿龍叫啊咪阿龍我冇講看到你好啊。阿龍嘅 username 係咪 username？因為我冇阿龍嘅小英出面㗎。你但係我阿龍係 step code。
你特別起來是你看啦。物件安怎看人橋路？哦 ，I know why，我知做咩事，南西邊，南西到底一電話位，南西，對，但係要做 screenshot 南西。你幫你去我 story 位，特別問嚟想你條去 story 到底當正邊？正邊。東方啊，東啊是東啊。東方去東方。東方是得咯，正邊啦。正邊啊。正邊 ，then 你嘅 story 是 recent update。嚇，你對嚇，你去看，when 你看到阿龍嘅邊時，你看咩做 screenshot？Tap to skip a snap or swipe to skip a snap pull down 冇哦，我看到你邊。我只字嘛，我係入市針精嘅物件只字嘛。梗係流浪呢。是唔係見你隻對曉啊？我話是，我話你個實用嚟本呢。แล้ว你去放假，看到你行來行去哦。嚇，แล้ว你使幫者，你係 skip 伊嚇，你使動者做 skip 伊你咪看啦。嚇，你看到阿龍位置啦。嚇，你看到阿龍嘅時，你做 screenshot。哇，你字來就是。是哦，你真係看到。貓啊，阿仔本有喎。阿仔同埋有。OK，我看到阿龍了，所以我就看到應該。screenshot，咁咩 screenshot？看到阿龍嘅是 screenshot。OK， 了阿龍嘅本。嚇，你看到應該掉本 screenshot 嚇。攰了阿龍啊。阿龍 miss 掉去啊？miss 掉。個再 play 啊，個落去一啲，落去一啲嚇。我再收。自己梗係冇影了。南西梗係攬夾撥。應該個朋友伊就特別。你叫你朋友教你啊！你朋友叫你朋友聽，本來學嘅啦，幾對啦。係啦，但我定我手冇變咯，係咪？哦，你特別本來學嘅教你教教，你家去教你朋友係咪？係咯，咧佢哋。去追啊！我睇先啊。Sorry，是我。我啲看到你個。搞掂啦。你 add by Snapcode 喂。add by Snapcode 啦。好啦，耶！本來學嘅呢，之類啊，我看到，就是講佢本來學嘅喺南西啊，你本來學嘅網頁啦。我也是應該點攞佢本來學嘅網頁，你對看到我做一隻新嘅啊嘛，攞看到我新嘅即係本來學嘅 Snapcode 咯。貴嘅，我諗下，我都看到，嗰陣時只貴嘅，就是邊咧應該點你去邊咧學嘅，看網頁，你後你去 scroll 大淡薄，你就看到，你邊咧學嘅呢？看到啦，Snapchat 啦，就是我上個我唔知，係你是係咪來我看到啦，我唔知是係咪來看到，睇下我知啦嘛。我知，但係開車講做咩事？係你 date 冇去啊？嚇，你定到時講你使隨你 date 嘅之類。對。OK， 我去看看我 fix。OK， 當今咱們講到啲咧正話題，咱當今矛盾嘅人咧。我啦，要鋪咯。我去鋪咯，轉落啦。咱當今嚇，咱去個人教會去啊咯。咱當。我是特別咱講當佢摩登嘅人嚇，拄到人時是咪你 Snapcode 做咩？冇咯，即係咪你所以冇人肯做？冇咩？啲個呢個死嘅人，佢唔係自己嘅個講。private 你係意思係講？你冇有冇 WhatsApp 嘅，有冇用即係？我用 Korean 嘅物件。嚇，用佢自己。用 Line 啦，用 Line 啦。冇，有冇用 Line 呢？用 KakaoTalk 誒，依佢哋 interface Korean 呢？哦，本是伊人嘅嘛，唔是咩 ？Line 唔是咱日本嘅。哦。咁樣有真濟 Line 嘅鋪頭嘅，真係出味啊！你 OK， 所以當今後我會講咱較頂到較咱拄到人是學緊話，咱拄當今少年家嘅啦，就講啊，平時咱當今daily，就係你拄到。誒，都係賣有問題啊！外賣有問題啊，就是對嚇。所以在你冇意思啊，當見咩？
當然故事是咩？阿媽，我冇啊，我真係冇啊。John dulu line on Skype 講幾多數㗎嘛 ？Skype 會 OK，要等一下。哦，等陣我講下喂。我阿龍叫咩龍？芝菜。哦，我諗是芝菜啦，呢個叫咩？個我等。是芝菜嗎？是芝菜，西米嘛，芝菜。等應該亂咯，等個是啥？OK，得啦，只芝菜我garing嘅啊。有我驚係 favorite 嚟哦。咱去檳城特別去 supermarket 買嘛，後來這個是用嘅板山炸雞現時補出來。哦，誒咧，當見到後面做我韓國。我冇做，誒，我講啊，我做緊啊，雜人啦，雜節啦，佢講，哎呦，我繼續啦，做緊未做，我驚住佢，我講。是咩？我冇拿晒。你唔知是唔是？攞下面攞是幾多？33啊！你要諗你寫到擺邊啲時候幾多？咁嗰邊動嗰陣，嗰時啊就做嗰度。你都是上嘛，33。特別 feeling 到上嘅。I think 是以 humidity 嘅數。yang kata, lang ay kata, yang ay kata, sing kata. 邊啲就係做一邊都嗰個做起。黏咩，樣被黏咩。今日節啊，我諗這邊99度，特別 feel 係107。我要笑。汪精隔10個度嘛 ，feel like 40度嘅。只有 heat 嘅數咧。 The northern part of US 會大力會所以18啊。特別我唔知 US 啊，特別去 Korea 這邊你叫咩名？MRT。yang MRT 真係嘛，所以放假咧，覺得自己一定呀，你就冇拿到就做咧。哦，你領嘅數係啊，你只講嘛，你只錄嘅一定係做領嘅。你是講落頭看啦？落頭看咯。自己地擊嘅。地擊。就是我哥吧，路對埋 Las Vegas 人講病100度，100。伊啊，伊人入去伊個大鏡嘅時候，伊領起安尼大力啊，伊人領個鬼頭啊。準。我不如八個月時會去 Las Vegas。我冇見去 Las Vegas，我冇時間你看所在。我 actually 我是去是 for 我有做 convention 咯。去白雕，你去白雕。冇我去 convention 啊，我去個係 Asian American 嘅 convention。要講啊，是咪？你講係咪講video 講啊 ？Vidcon 啊，我 Vidcon 貴啊 ，Vidcon 6個月半時就去啊。好啦，我啲隊佬去啦，跟你歌我看到。下次我 Snapchat 接嘛，下次。แล้วFacebook Live 冇啦。แล้ว頭期 Snap，當見咱講咱正人嘅是 Snapchat 啦嚇，對着人是咱叫咩？咱講咩？卡住。Snap 佢叫咩 ？Hello。隻巴貝是第一。最普通嘅，好射波。我唔捌聽到人講牛雜。牛雜炸雞人講牛雜，人講牛雜。牛雜是炸雞線嚟講。炸雞線嘅。其實我同你講啦，我有教佢學嘅話嘛，我教佢我教佢人哋接哪嘅雜貨嘛。我教佢講 Good morning 就是叫做牛雜，然後冇 Good afternoon 冇 Good night 嘅，因為這是我。家己生出來話嘅，因為阮福建人，今日就係講早起來嘅人是狗嘅，骨力做工嘛，所以是狗嘅。所以我就看住我就講，嘿，牛仔，下晡時咧，加暗暝咧，我無肯你嚟傻，即我講講。我哋下晡時咧，佢就講一打杯。我講，當今有陣時人是拄到面咧，因為你，嘿，安怎啊？安怎啊？對，好笑，對。所以你講我嚟個 Korea 咧，我朋友就係講我嚟 Korea 嘛。我是冇可能講，我暫時禮拜我係走淨，我較好我朋友就係，特別朋友度，安妞好食哦，對。Actually 啊，人講到安妞好食哦，嚇，是我這邊我個自己小調啦，是我自己是我去食物件，一間菜館嚟食物件，伊是一人食嘅，咧伊特別做工人是間是唔知是 Mexican 還是 Colombian 我唔知，伊講伊特別看到我係就講，안녕하세요，咧是
我奇怪咧，只我爸人跟他过来，我去想到，安怎伊会知人是客人？叫安娘啊，又使講，安娘好笑哦，安娘，你咪講安娘好笑哦，咁咪話安娘個仔人又講客家話，佢又講客話，安娘啊，因為安娘咪是安裝啦條，安裝好笑，安娘好笑，就是韓國話咯，係有，特別韓國話咧，安娘就是好勢嘅意思誒。安娘就是，安娘就是in peace 啦 ，good 啦，好嘅意思啊，好嘅意思，好，安娘。做人會咯，安娘好笑，安娘好笑，是你講安娘啊？冇，袂使安娘好笑是有理所人講嘅。安娘是甲好朋友之間講嘅 impolite，所以我特別早起家庭婆做工咧，我較濟不是準時到寫字樓嘅嘛，就只去啦坐落來咧，即有別人一來兩度，안녕하세요，規早起9點半到9點9點之間咧，都會睇到真係一人起起落落就叫안녕하세요，耶안녕하세요，哇，安尼有禮數啊！即係你所入門啊，看到嗰啲 building 頭前嗰啲 security uncle 啊，特人家己本是該行咧，안녕하세요。哦，因為講教你字，講教你字咯。大字仔。所以開會點樣10點開咯？9點半就講這類事，講到10點。半點正行咧呢，半點正。我講連頭家揾嘅 CEO 是你本事呢度 ，CEO 行是你本事行咧度，後面伊無成個日本啦，伊免講直接好。伊毋是你看呐，伊即啥子啊？行個有時候點頭者，大人本點頭者咧你搖者。哇，笑哦，你很好啊。你去大陸會本上你看呢？對。伊無成個邊個就凊彩嘛，伊啷當真就食物件，你就去菜館啊，你行入去裏邊啊，你就行入去行一段，你好聲啊，較緊就來坐，係啦，你坐落來食物件，食了了嗬，你走點勢講，好好行，慢慢行，你好聲耶，安樣伊個聲耶。安怎講啊？好慢慢行。慢慢行是안녕히 가세요。안녕히 가세요。就我同你講啦，老實講啦，因為人嘅話，你大家有一個理數咧嘛，你就嚟講啦，你大家講就使咧，人大家有迄個意思就對咧，所以你對住老師，你說，哎呀，係咪我未使？你明白嘅，你明白嘅，有，你對住老師，你說，你嚟，有。你係咪有用㗎啦？anh được quay nhá. Anh được quay nhá. Tôi chỉ cái mà yo. Kỳ quái lắm, vậy để ảnh bộ. Sẽ cái kia xem tệ, chính xác là như nó khắp tệ đó. Khắp cái léo. Đó, tuy mình sao mà sáng hay là chỉ muốn chia, irashaimase. Chú hô hô quỳ cụ講cái léo, lúc chạy dịp mũi nhá. Mà sợ.特別啦，福建話嚇，人哋點人所拉名咧，實講㗎啦，好笑，好笑啊！食飽未？安怎？安怎啊？我是安怎？一班安怎好 ？OK 哦。安怎較輕鬆啦？好笑哦。好笑。有人在播無？一幫做咩爛？做咩爛？唔知，佢故事攞嚟大波嘅查某唔講嘅，一班有人教過。對，有人教過。個一下邊啊，一班有人教過。Hello。不拉贊嘅，拉贊嘅來啊！拉贊嘅你估無來，我未記你名曉。我頭幾啊 ？Sorry 啊，未我大擺無拄着點聲做工。哦，那乖，做工啊，我 weekend 做工嘛，你 weekend 過來播我就都未得。你做咩工呢？對，普通工呀咯。我啦 weekend 做 part time 嘛，全日做白行。你 Snapchat 啊？Snapchat 你 send 你個了未㗎？我估無找拄人啊！我把你甲看到你喂 email 彈來甲我講人 live 啫。That's right。你是 email 還是你 YouTube 會教你啊？我我啲我 computer 我 Mac 佢噴出來。啊！意思唔知是彈出來啊！伊我講你做咩好
邊咧我見啲 live 條都愛嚟 join 咪，哎呦我冇得看到你啊！turn on notification 就是講下，讓阿未到啲 YouTube 會 subscribe 到邊咧學嘅 channel 嚇，你使到啲 YouTube 嘅 channel subscribe 嚇，你使叫 turn on notification 我 live 嘅時候，你 automatically turn notification 啊。我就是我一家己跳出來。我咪係跳出來，啊無啊，我完全唔知，我根本冇去，我唔是買開啊，我完全都未到點聲。不要緊，你去 download Snapchat 啦，我當你 start 這邊咧學嘅 Snapchat 幾點？我見佢 from Google Hangout 刷去 Snapchat 啊，唔是刷去，佢話 addition to， 佢真係啲 Skype 啊，慢慢刷。我唔是刷，我驚呢，我 Skype 冇有過 ，Google Hangout 冇有過 ，Snapchat。特別冷當兼用嘅較遲啲Hangout都仲是刷過來啊，吸引都未刷去邊。未啦 ，Snapchat 是你 between 落音嘅事，between 落音嘅事。你小你冇用 Snapchat， 英國冇乜用 Snapchat 上定？冇啊，冇乜用 Snapchat。哎呦，Snapchat 我哋。但係咱講到一句，我第一次講係咪話過？啊！對。係咪話過？有影是係咪意思咧嚇？係咪？係咪話過是講這是係咪物件嘅意思嘛？這是係咪嚇？對對。你係你話過是係咪啊？話過是知係物件嚟嗎？知係物件嚇。你講咩？你冇明白 perplex 是咩？你講咩話過？你講咩話過？你冇知佢話過咩？我唔知話過上面本嚟講啊。你話過啦唔知，你話過嘛是缽仔糕啊？嗰邊咧個食啊青食嘢，喺對面收嘢。哦，係你食過佢，係你食過攰過水啊？攰過水啊！攰過水嘛就，而家你叫話過。哦，話過，because 用我做嘅就。係啦，佢哋個條啫喱啊，你講。啫喱人。對啦，特別咧 QQ。係啦 ，QQ 啊，你講。QQ 唔是 QQ。QQ 是 LGBTQ 是叫 QQ。係你是你自己講嘅，還是真正嘅？我自己講啦，特別我自己講，我亦係做 official 嘅 ，because 我都冇話嘛。Anyway，咱咪起一個 association 起來啊！哦，你有啦！你忙笑，我是 secretary 嚟，hello。我知。阿 John 是我 committee member 嚟。creator 嘛，你俾佢 standardize。我是伊個 marketing 嘅。嗱，你是 marketing 嘅。你是 trend inventor 嚟。trend 當嘅 Snapchat 啦，你在 Snapchat 啦，每個立陣機看，在學緊話 Snapchat 叫咩？未曉啊！你看人嘅單嚟啊，單。我單。電腦嘅單印出來啊！一叫我咧，我 print 出。耶！應該叫我看一擺，我看一支啫。What's the date？ 9月11號啦，9月11號啊！你哋是背。我做 bank transfer 和咁配，แล้วอีกอย่างว่าที่ว่า WhatsApp， 所以ว่า WhatsApp 出來我 print 出啦。特別其實嗰件話咧，我未記起，แล้วแต่ไม่是ว่าที่去做 Snapchat 嗰啲我就一話，所以我 print 出啦。哦，我俾錢啦，本時用咗人，就是人俾 T-shirt 本時荷女咧，正古本嚟嘅。阿張 DC，一冷臭鬼頭啊！乜咩話真機？你對家去馬來西亞都第時飛到對美國。你接2號接3號對走。我看你知啫。我9月1號應該交俾你嘅。哦，英國掉咩？英國掉卡完了冇？9月something。哎呦，都未掉。你飛下自己，可能我人可能。你嚟美國啊？冇啦，對馬來西亞。哦，9月1號咧，9月11號嚟dinner啦。我哋已經9月，特別我可能都未掉，哎呦。9月11號dinner，你咁你對嘅事我梗係走就係。你對嘅下自己我梗係背就。哦，I see，你卡我9月卡我啊。
啊。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ว่ามันมีหาลังก็ดูเดี๋ยวละดูเดี๋ยวลังอันจ้า講咱講食飯袂是實地，你使其實一樣會使，食飯會其實一樣會使，是咱真正好食嘅搞做，咱可以講食飯袂，唔是講好食啦，咱是成日講你有趁食都是好食啦，咱是不是？有趁食是好事嘅嘛？啊，咱古早人做工拍拼無食無力嘛。啊，แล้ว食都是好啊。你有食物件咱無講着。哈。這個物件個了是鹹味來，咱拄到面要講嘅物件是鹹味來，拄到面要做咩？拄到面要有理數嘅人，咪是要安怎？拍照好。係，exactly 搞拍照好，特別有一個較正宗嘅味叫做燒椒梅。哦，燒椒梅對。乜嘢？燒椒梅咪是 greeting 咯，而都邊 greet 人咪是。拄到邊條燒椒梅啊！燒椒梅，係咪意思燒椒梅就是滷啊？唔是叫 greeting 啊，唔是椰子。greeting 咯，就是 greet 咯，就是 greet 嘅意思咯。係你湯嚟，就是就是拍照殼咯，拍照殼就是燒椒梅咯。拍照殼燒椒梅我咪聽佢拍照殼卡成個。拍照殼加華菇就冇啦。哇，我唔捌聽過呢種。燒椒梅，燒椒梅，成個那梅話梅對唔對？嗯，對。燒椒梅燒是咩意思？燒唔是椒梅的，是椒梅的。哦，椒，因為椒互相啊燒啊，燒椒梅。燒椒梅燒是香啊，香啊。啊，對，燒椒梅，椒梅啫。哦，椒梅。啊，係咩？椒梅係咩意思 ？Sorry， 我 greeting 啦 ，greet 啦 ，to greet is 椒梅。燒椒梅就是 greet each other 意思啊，就是拍照殼意思咯。福建話，我之前法國話嚟。對。你咪就係覺得更加 confuse 啊！呢個係變成啊，本嚟啊，你個講法國話一邊。你講暗行。啊！哇！你話 sexy 啊，即係多數卡嘛。嗯。哇！誒，我嘅 camera 唔是冇。看緊了而家，看緊了而家。啊！一條一條，你都未看到呢個頭。แล้วจะ講燒椒梅，我 actually 唔biết曉，所以我只 title 就是 hip hop 燒椒梅。嗯。燒椒梅我冇話學到。你看人嘅culture，你燒椒梅，你聽伊講下面你會明白伊人是講下面要緊，學唐人啊，我燒唐人啊，食是要緊，所以人講你食飽未？特別食家人講即個猶太人啊，伊人講你做女無？拍女無？有影咩？有啊，我捌聽到啲紐約嗰邊。安怎伊講咩？伊講成個house business。哦，成呢好，有嘛啦，講噶嘛，成呢好。咁嘛就好少咯。好成呢喎。又好少四本嚟，還沒看，我還沒看頭。特多都啲還沒看頭先啦。我還沒看頭。係啊，冇看頭啊，冇長頭啊。冇看頭，長頭。特多講有釣字冇，你釣哦，還沒人有釣。哦，安尼好講咩？有看頭，我還沒看頭。嚇，有人沒釣，我還沒看頭。安怎無幫人梅你做愛無？我估，顧住你個優惠除咗，係你講都到朋友行飲出嚟啲呢個店啊，是你做啊？哇，下面行出到嚟，啦，下面行出到嚟，哇，下面行出到嚟，你那是 hip hop 嘅，咪是你北行嘅拖落嚟一對 S 個，佢對講，我垃圾講好難急讀啊，係咪人講好人啊？講好難急讀，講好人講咩？講啦講時，你仲未死啊？我見係咪想講未死嘅咩？有兩個咧講嘅咩？哦，兩個嘅，係啊，你而家叫我咪少人講嘅啲朋友咁樣嚟辦嘅啊？
咕嘟掉，咁咩個未知嘅咯？英國有人講，你看伊個貓拖蝦米接？嚇？你看伊個貓拖蝦米接 ？Look what the cat dragged in。啲貓出。好啦，就是成個陀螺淡薄啦。แล้ว咱講把你話cat 話是就話是海南灣的 great 啊。哎呦，海南灣本是講，都無講嘅你話你問係啊，即係是 out of 你校長嘅 feel 啦。冇我是海南人嘅喎。嗱，海南灣就八般。一百歲，佢講不是講一百歲咯。你一百歲。一百般啊！你本是海南人咩？即多少卡？唔是，我是潮潮本是一百歲啊？冇俾我講我爸啦，我爸有講嘅。潮話是只成日講啊？食飯咯食飯是飯啦。飯是飯咯。巴。食飯。我唔咩曉，我曉聽，我唔曉講。我本時有聽。唔捌聽過潮人講喎。嚇！我唔捌聽過潮人講話，你爸唔是潮人咩？你都冇學邊啲乜人講潮話？所以而家咧人學邊啲學緊話。แล้วก็อุปาริวาเลจากหลังจากที่โอเค外國人是講 bonjour 好節 bonjour 我是香港澳洲嘅人咯，佢哋唔知แล้วhello 是 hello it's สวัสดีครับ 冇啦，睇下是 hello， 亂睇喎。Hello, isn't me you looking for? 你是較老了啊，較古了。Hello，是咩啊？睇下是阿姐咧，咁樣人，睇下少年人是話你知。嗨，山個嗨，就人係試下邊樣呼是啫。歡喜啊！冇就紅。哦，我知，對，你紅吹紅線有多少卡？哇！我前有 headphone 喎，哇 ！OK， because 我聽到你紅嘅聲。哇，好料啊！我聽到你紅嘅聲，你係吹卡，唔係我你 phone 入邊都吹卡嘅啦，冇你使。冇，你一對有你淋巴邊吹啊你。啊，你吹淋巴。你試下邊寫作嘛？佢問講啊，John 啊，我正攞住整9日做咯，所以我諗佢俾紅線。Yeah，咁你俾紅線真係吹啊！你30個所以我30個做咩？哎呀，我唔知30個是得。我同你講，你讓未 sense 到，因為馬來西亞嘅做是淡嘅做，即係大嘅做，冇香嘅 ，not is definitely different。哎呦，有人大作本是 OK 嘛？我啲貓本嚟是唔係是係大作，人工作嘅事啊？是咩？我冇垃圾。呀，對冇垃圾啦，你都未聽。我馬來西亞人嘛咧讓古無啲啊邊嘅人嘛咧讀就對啦。哎，我個曬人我啲邊夾本是40多歲特別。聽講 at 咧，性格 at 我了個有攞 can 個蛋呢 set 蛋呢 J 蛋呢那個 D L 哎呦是哈，哎呦咁寫，老咗啦知道是，個男細蚊叫係嘛？pattern 了係啦，誒只 filter 是你爽嘅 filter，我頭先做嘅 filter 冇上 filter。我 leave message 啲咯，係 story 嚟咩？係啦，我看到，但係你 message 係跟我係看到，冇個人看唔到。哦，是啊。啊。嗱，一本膠嚟啊，一本膠。一本膠，大把冇嚟。了。我等下半夜個嚟，半夜個人就係聽。了，當佢兩個講到啲把你教咗按照按照拍，按照燒椒梅，
少梅，有一種話，咱個正要見咱個無講嘅，啊咩咩？韓佬啊，韓啊，韓佬啊 ，OK 韓佬啊，apa khabar？新聞啊，我咩新聞啊？我咩新聞啊？新聞好新聞。apa khabar？哦 khabar baik，哦 kabar baik。apa khabar？ Assalamualaikum， Assalamualaikum。我想係你 Arab 聽頭先嘅嘛 Arab 嚟。Assalamualaikum si Actually 我覺得 Salam。 Assalamualaikum 就是韓國嘅안녕하세요嚟。哦。안녕就是 peace 嘛，所以 may peace be with you。哦 ，I see。是相意思嘅。哦。應該是啦，我。哦，안녕是安嘅意思係。安寧。哦，安寧。因為佢只拍錢啫嘛，係咯，因意思講細國家咧，佢只可能冚平，可能不利嘅嘛，所以應該意思是佢只拍錢嘅嘛，所以無好日子過，真係歹命嘅，所以一直都邊度咪講日子過得好，咁樣先。咪是講 Middle East 係平常哦 ，Middle East 係有自己歷史嘅咯。啊，所以是你人定人嘅好嘢，就都對面會一把。啊，係啦，好。對，哦 ，I see， 對，我想我嚟。我聽講鄧人講食飽，啊，為意思是講古早人鄧人家無類嘛，แล้วจะ韓國食得肥啊，人都邊度講？啊，我聽 ，OK 啦，佢哋未必話唔對啦。特別你聲聲，因為就古早冇邊隻嘛。好啦，哦。Hello， 誒，呢聲冇了。好了，我是 OK。呢就一接落嘅數，一部插一啲。係啦，哈哈。哎呦，我講聽，我麥克風我未記包嘅，做兩包，所以我一時個包真不難。喂，你看我特擺我 show 做了嘅時候，我而家自己做落下，我落埋麥起來，了伊個未攝。一攝一下，我咪就係肯出數嘅，特別。我是比比爸爸去加上布薩爹呢，呢。哇，係咪揾哇，係了去。我啲哇兩支三支啊！我可要看，我到對去邊人講到食咩啊？我 list build， 我 list 到邊人學對邊人食咩嘅。我俾梅朗看，我俾梅朗看，朗 snap 我，到底大陸有攤食落地巴比好食邊人？落地巴比，落地กุ้ง snap 咯，你有落地好食，我大陸落地巴比好食。落地巴比，同我講大陸。Julia Street， 我 KL 冇落地巴比嘅哦。Julia Street 啊？Julia Street 雲吞麵嘅邊？Julia Street 雲吞麵我寫起來，我唔知 Julia Street 就代表咁我對邊人時間叫人講。你古根湯啊？古根湯啊？有人生呢條路咯？我唔知到底到咯，我係 geography 興我先細個去啊。Sorry 啦，我阿妹好直接嘅 geography 咯。係咪嘅？芋頭米粉冇少食，冇講真正少。伊咁老勁嘅，你哋食。但係我講芋頭米粉都食得好食，你嚟就見食咯。我講地好食啊，地好食。個別。我講我哋自己嘅世界。哦，但係特講得嚟。但係特講就 Prima Tanjung 哦 ，Prima Tanjung 對面。Swimming club 喺啲 swimming club 嘅幾邊啊？嗰時Tanjung Bunga 咧，我是Tanjung Tanjung Island Plaza 嗰邊嘅。Island Plaza 頭前條路咧，正超平啊，起山啦，正超平，有3-4間嗰邊點咩？個呢一間，個呢就一個阿妹嗰邊胡大皮粉嘅。Fetish Park 啊 ，Fetish Park 嘅路啊，你嗰個硬講嗰邊，阿未到嗰個硬講，都快啲。角頭個呢？呢一間嘅胡巴皮粉同胡大皮粉咧是，我想我會記啊，伊講呢特別講呢是成羅朗嘅一條啊。對，是條羅朗嘅，特別古靈我一打咧，半條好食。特別食少氣。伊有賣迄個，伊迄邊上一間聽到有賣迄個，你叫咩啊？用豆腐啊，你看你咪記。古味過，我就話阿妹古味。有插過。我講嘅是阿妹了。阿妹就阿妹，我覺得古靈我一個阿妹本質又好似係。多啦澳做頭江嗰邊，佢哋 Lorong Perak 羅貝。哦，即係佢當去講。呢隻景真係出名嘅。你去食古根湯阿妹咧，然後食得。我同你講條啥物我未記啊，芋頭米粉啊。芋頭米粉。我同你講條是拍照開咗小照片。
我翁之後咪話，我就係你講明話地幾個隻啊，你知啊 ？Always。Hello，芋頭米粉แล้วก็ตอนนั้น講係咪ตลอดChulia Street 咧是雲吞麵啊，巴比你羅蒂巴比。嘅roti巴比我寫起。迄一當時我十豆買啦，我朋友愛食，我就去三買啊。當佢買菜本旁靠菜嘅，唔是講愛得一啖好食呢。古嚟講是當時啲布拉蒂古斯。哦，布拉蒂古斯。應該就是對面，我係對面。咪對面咧嚇。要俾阿妹俾薄餅。伊是早起係薄餅，阿邊。早起。係咯，附近當時阿妹。OK， 我知。Chulia Street Night。Bloody good， 這隻要緊嘅咋？英國點啊？下面無人 join 人嘅迄個多喎。無人 join 你多啊？所以是講無。我要對路人搞加大山卡，了去我去落掛了古繞，了去掛了古繞，然後咱要對去邊嚟？我俾當今 I don't think 伊會多做成。不嬲。豆嘅每幾耐人，幾耐 can 幾耐 can 吞啊？冇人 join，阿咪人除了我自己啊，冇人。冇人啊！哎呦，可憐。所人特別搞這個杯度了啊嘛，所個即幫自己時候，你琴日先做冇成哦。所特別唔要緊，我自己去，我走去，我自己在坐巴士去，上面差唔多樣一點人。你來啦！哈？我坐到幾隻？你來啊！我坐到幾隻？係，咱個走去啦，係咧即係我自己個對即係咩嚇？右邊啊，右邊個大力鏡嚇，我自己。右邊個大力鏡เรา冇車，你對在路個你大部了咱去咱青子個鹽先生嘅話，會對路人。去另外車對路人去，特別咱要去到大山卡了啦。然後伊個掛了古老，我有興趣要去食伊個特別嘅咖喱味，伊特別嘅咖喱味。伊人要做伊個鹹鴨類嘅味啊，我要去嗰邊味。哦，使，那是咱當然無做多嚇，咱如果去到一百咪是不要緊嘅，咱就是要做啫。就搞笑會使看車對咯。會使，那你看就是人家講嘛，講乜多是無來去啦。會使個叫我車咧是，咱當然 unofficial 咯，咱講好事啊嚇 ，Snapchat 嚟啊。Snapchat 講啊。แล้วตอนที่這個 topic 是 Snapchat 嚟嘅。แล้วใส่กับกี่นั่งกับกี่เจียวแล้วสังกัดนั่นเป็น official แล้ว就講我見咱其實咱話車去到咯，咱一定嘅啦。我是講做這話，那是講咱要隨車上面曉，那是講咱做這要去人啊，要去個了人，就一人咱是隨 van 上面較大頂嘅咯。because 我是感覺應該中可能去嗰邊了，愛刷但就刷啦嚇。會使，了往愛去較遠啦，我咪是自己去哦。了往個路去 KL，去吹南西，咱去食下邊哦。咱個大凊彩票了，咪使大嘛，當然。爽。當拜過過來啊？別，我拜過，我唔是定掉一節嘅咩？拜過來了，我咪 miss 掉我嘅 dinner 去。哦，你拜時嚟㗎冇？我是拜三、拜四、拜五。誒不，拜四、拜五，拜四、拜五拜啦。拜四、拜五拜啦。特別係我拜過梗係再咯。是啦，我拜過阿妹梗係再，拜過阿妹。做緊搭車睇下啲神嘅喎，拜過妹啦，拜過妹。係使。แล้วเกาสิลังก็講啊วาง unofficial 咧是個 announce 講我咪對多啦來人就來哦。我就俾看即個大力鏡加右邊橋啦，但是樣冇起來，咁我就未曉啊。嚇，就是人都未起，啊無我都唔知未起到咯。我咪想，特別我人嘅我隨車
較大頂嘅啦，會坐4個人啦，所以咱巴魯3人咧，所以我會知到加一人，加一間，我會知到。你人嘛是要去啦，用兩三車要去。你我個邊有換車咧？我個邊有換車。你搭架車啦。這麼多。我邊有換車，我邊有換車到啲馬來西亞，我浪死人㗎了。係咪？你都我照好病嘅，咁都未曉。喲，我未曉嗰時，你一年我未。你嗰時食手餅啊？唔是食手餅到手餅嘅時候，伊是讓我頂擺啊！我頂擺真係驚要賽車喺美國啊，那是賽車喺法國。他那我無插啊，係咪餅本為菜啊？亂來哦！一分時了。我唔是餅嘅時候，我是你被單行正嘅人。冇人出最起。這邊花車就係風險嘅數啦。冇啊！我小是安尼款，你若是會知條賽車啲花車啲 KL 加檳榔啊，你打落會會本嚟。是我檳榔我冇咩嘢啊檳榔。誒咪無空空啦。我講就飲料。誒我冇 license，我冇 license。咩咩？咩 license 啊？你用佢美國嘅 license，你會用夠加3個月。我唔特別拖 international license 咩啊？唔使。我識去水車。有啊，旅行買水車嘅時，人安怎做啊？哦，我識做3個月。因為家己所在嘅 license 會用嘅，夠加3個月你會用嘅。哦，那是大邊較久我用 international。3個月，然後你就要拖伊人嘅家己 local 嘅 license。啊冇你就要 international 啦。冇你就要 international 咧。本條本阿得你對去啊，你家己無人出，無人接照，你家己逃走出去輸本會啊。Uber 咯。啊？我 Uber。你十部的士咧？BB 爸爸。BB 爸爸。唔啊，安尼伊版本個在甲落去啊。總之嚟在我是版本一支茶機就啲版本。哦，安尼個石頭啊，咪搞了本加餐本寫啲內邊咯。所以咱到時咱個看，咱咪去多一面，我特別攏有興趣，咱個甲我講啦嚇。了我甲佢講到啲得嘞。唔拜點先嘅。啊，所以咱當然無 official 啦，都免嚟驚講佢哋修理係咪物件，是我愛去啊，你無來你耍一擺，我免等你。我講呢個。Because 我是要去係咧，咱講過嘅位，咁了我要去，我要幾時要去食嘅嘛？所以咱講過嘅，咁了我要去食嘅了，你咁安內嘅位啊，你去食咧，咪奇確確嘅，咁了我要去食。希望即係後邊佢會去啦，後邊那是伊，但係點知咱實時有講啊嘛，伊講就是咱做別什麼好，咱家己去嘛，咱講學校咧大一間會使講。做幾嘢？你有講數？呀咪，當然上少人，若是講自転車40人嚟講，就有幾這個問題驚。較少人啊，特別我個時候講過故事講過爽喎，嗬。喏。OK， แล้วก็ไม่มีการแล้วก็ไปคำไต่แล้วก็另外隻話題咁樣即係話題就 out 咧，唔使講。你 Snapchat 啦，喲 hip hop กับ pop hop 唔係 hip hop กับ咩啊？小椒哥，小椒妹，小椒哥，椒妹啊，小椒妹，我冇聽過，特別我冇關係講。greeting 小椒妹。對。講下咩物件嚇？即我哋是講嘅，即我哋是讀講嘅，一個冇來。係冇？讀講嘅。suggest 嘛，一個冇來。Pokemon 咧。攞 Pokemon 嚟啊！我唔是，我 suggest 講 Pokemon 嘛。有啦，我寫起來啊！我發生嘅你指數啊，don't think Malaysia 有 release 本嘅啦。條 ban 咧嚇。maybe 條 ban 嘅啦，試你自人。Pokemon 人試。有。出到我我見到收人嘅蟲嘛，然後情蛇先嘛，跟住我試下。我冇見啦，有情。有你咪是有影，我唔知。單落嗰個 radio 部啊，是真嘅 radio 部嘅。
Malaysia radio 八戒哦。Malaysia radio 播，Malaysia radio 播。阿涵嚟啊，阿涵。哎呀。我 at 了 ，Snapchat 我 at 了咯。阿涵咧，阿涵我咪是有。阿涵我見我介這先你邊咧學勁家己就 Snapchat 啦咯。哦，是咯，爽啊！澳洲睇下幾點？阿妹啊？12點8字。哎呦，啱咯。12點8字，誒，你走啦，你快樂點正嘅咩？我2點正咯。2點正。你快樂點正嘅咯？哦，對。攰啊嘛。點正。讓快我13點正。แล้วก็เตาแก๊สบ่ไหม้我要嚟前股咧。少เตาแก๊สบ่ไหม้เตาแก๊去差不多梅啦，你大部都不食佢無，因為內子嘅咖喱麵啲我未去。哦，有。好似嚇。有啊，有。做好啊！我負責因為我住啲星期山卡呢，我到過去為行路啲買啊。阿涵啊！伊對面嘅嗰邊店，伊嗰邊真好啉嘅。佢只是咱做 homesick 啊，咱講 homesick。你阿妹個你當見個特冇 excited 個話先個，你個 next round 咱 recording 嘅時你 homesick 嘅時啊。我當見過有本事嘅。嚇？係咩嘅？我未聽到我講咩？我當見過有本事 refuse Papa Rich 個。哦。誒，你會愛食爸爸肚咩？嚇？爸爸肚你 DK 有食咩？我冇食誒。我嘛是冇食誒。特別你爸爸 Rich 我就是歐當，我就冇名叫歐當。冇，問題是你這邊冇辦法了嘛。這是好嘅人食喲。這邊價錢貴啦。真係貴啊！那貴啊，叉粿條13塊啊，澳洲類。對啦，爸爸你食爸爸有女嘅食嘛？我能13塊啦，40。特別actually你看物件嘅啦，我老實講啊，我嚟這個嗬，那是你到啲韓國除咗工正噴食嘅話啦 ，actually 啦，正嘅物件係韓哈，正嘅物件真係韓嘅，哈，一真係 balance 喺度，對，伊無想講我上到啲佢咪你知啊，最貴啦，最貴。哈，我是上到啲，但是講，of course 你講你啲路行嘅話，你 convert 對 Malaysian ringgit 嘅話 ，of course 比較貴啦。但是你用 Malaysia 賺嘅鐳價，對 Malaysia 就貴啦。Malaysia 真係貴。對，我聽到時我就是每晚嘛 ，because 我唔到啲Penang，唔到啲 Malaysia 做工嘅。我當真我今日一邊了，我才實做工嘛，所以我冇咪在講行情呀。然後我咪是特別 actually 對其實你看到人開你而家成個樣成 enjoy 住啦，可能對唔對？對唔對？所以我看人開你，我講我每晚嘛，我講哇，我對若是講我到啲Malaysia嘅時，我看到人開你，我講樣談，亦都是談真濟貴。我人一邊談啦，嗱，講你談一個月談1000塊港紙，到一邊你到啲美金啦，你到啲下邊你就是談那個3000塊啊，是4000塊啊，就你看到是少啦。你看人開類成講，我對佢我就成講我開美金嚟講，我講哇，我係計開淡薄，我差唔多4刀嘅類嘛，對。我講哦，我成個有人紅險成個有類去。我感覺到哇，我係俾衫。阿 John，我同你講我 experience 啊，因為我對佢我頂年啊對佢啦，我對佢半年啊，我有影開只這類啊，特別我 feel 到啊，因為你知咩事？我諗到正外國啦，我唔敢買物件，因為貴頭貴啊就。你對佢去那邊你將時開啊，諗。我係真正樣看到嘅時候，哇！你邊講哇有鐳啊，點開，又唔知講我哋這邊隔離物件，9件貴你知喎。我買我買4-5箱，我買3、買5、6條，10
條對去對來。對，成個我做白我去到裏邊啊，我唔是去啊你20塊一條嘅，我會買50塊70塊一條嘅衫啊。我咱這邊啊25半啊一條，加咧10塊幾嘅，差唔多25半。特別你啲英國賺嘅類金紙本會較貴啊，唔是咩？你淨係講我唔制落一類啦，講2000塊英鎊嘅話，3000塊英鎊，你買一雙25塊英鎊嘅水只便宜了，唔是咩？唔是，我講買衫冇可能嘅就要買4個60半了。我是啊。因為我就是嚟一禮拜話，但是我正特別話正個人嘅，即係隨機嚟15半嘅啊，15半嘅你買就拖呢。特別有可能英國較貴，特別我是講嘅是，我是啦，對其實成我想開你成個哇，我感覺我想好熱咧，特別嚇，我係到啲我身邊人，咁樣咪是人哋講下，我朋友咁樣咪是去Starbucks只嗬，20-30塊，我講嚇，只拗20-30塊，條真嘅。特別每件事真奇怪咗，唔是就等人分攤3000塊咗啲咪些，有錢啊，至少人家冇啲錢會6000塊嘅，要安裝一個月之後我唔知6000塊呢？我個唔淨講安裝佢就知咗，我直接講我朋友少年你冇得出嚟做工嘅啊，安裝樣一禮拜去你只เอาStarbucks啦。博士佢看戲啊！我自己都唔敢開咗，我哋平時都冇做嘛。有你邊講下咁嘈啊？就一路背後之後，阿 John， 對。阿 John， 我跟你講啊，我到這邊啊，我到前半年啊，我到 from Malaysia， 我對來這邊7個月啊嘛同佢，我2個月對來差不多半年啊，我一到去台灣我冇去看到過。我到前冇啊，我對馬來西亞我看10幾廿擺呢度。馬來西亞去大陸辦嘢都滯哦。馬來西亞真㗎13塊講啊，馬來西亞你出咩辦嘢？辦嘢啊！咁比台灣比香港嘅辦嘢。辦嘢咯。就13塊。就是我就甲你講啊，物件，所以我甲你講啊，我咱到這邊我咱無開類嘅。伊人想講，我對我意思是講，你對你from外國啊，你對去啊，你親家你開嘅你啊，你讓別人邊啊身邊嘅人看到你香港，你至少後面看轉頭，伊上你到底英國特基本上嚟講開啦，啊，明白，就是這個安尼款，伊想講到英國是哇免，你行入去，伊人看到你行入去咧點位啊？你俾佢出來，你夾你就抓落出來啊！你親戚問你，你做咩事冇介意傾按怎計巴緊嘅？講啊，我買巴緊啊！我有影誒，我良心我 feel 到佢哋物件搭佢哋價錢啊！我介意巴緊，我冇必要，因為是我介意巴緊加了係啊，巴緊加你2塊10塊，我這邊啊，我行入去，我看到你 price tag 啦，我家己夾我家己貼我嘅 converter 啦，我就知講偏啊5-6倍，啊無偏啊2倍好，我就感覺到我買到便宜物件，伊人看到會。我講聽，我做我到底我是偷對其實哦，我咪是做隻物件啦，就大部成個我嘛看，我嘛嘈啊咪，伊講哇了類，你好講聽，我到底9月3號時我差唔多1年半年啊啦，我朋友啲 plan 掉我人小學畢業30年嘛，所以我要去我小學畢業嘅 dinner 啦，9月3號咯。咁我咪是 plan 好時啊，半年啊，講要去啊 ，OK， 咁咧在為嘅咧定，แล้ว拄好我嘅親戚家己人嘅到底教人報嘅教應喎，แล้ว我只識嘅親戚啦，แล้ว我個愛去咗，แล้ว我教我嘅 cousin， 這是我嘅安怎堂哥呢講嘅堂哥是 cousin 本，你是誰嘅？cousin 啊，上本啊 cousin， 伯兄，阿莫，直伯兄啦，直伯兄就講，แล้ว那是講是較細漢嘅咧，我 cousin 較細漢，直伯兄弟啊，做咩事？直伯兄弟啦，直伯你啦。哦 ，OK。喂，直白，我表講啊，直白兄弟就好啦。直白係啊，你講我真係開一嚟。唔係，你真係直白咧學嘅。兄弟啊。對，直白兄弟，
即邊兄弟後生啦，然後伊細細漢我看伊大大漢咧，伊特擺我對吉隆坡伊只好招待嘅，就特擺講往在去在路嘅嘛。然後時我咪是講，哎呀我特別去，然後伊講我教喂即邊個。食白戲啊！講，哎呦，我阿妹有電腦，我講冇攞嚟 Apple 咯。我講了，我咪是講 OK 我去 Apple 伊個 ceremony 是到12點半嘛。然後我嘅 dinner 是啊個6點幾7點很實啦，到啲平頂啦。然後伊個到啲吉隆坡啦，到啲吉隆坡。然後我咪是講 OK，咪見到我坐飛機咯，我早較早一日是我對我係馬樣做隻馬車落吉隆坡，然後我就去咗 ceremony，然後我就使隻飛機對嚟咯，然後我馬就足足叫喺度，我咪講你騎住個免騎㗎好，我講唔係我攞你會騎嘛，然後我講唔要緊啦，我講飛機就是做下人會騎，你看飛嘛，然後我係佢真係在，我佢真 because 伊只食伊大擺飛住飛出，伊講誒啦，你12點半來好，你教我講你玩書包，伊騎到啲邊騎得較近，所以我就飛書包咯。แล้วมันสิเบ้เลยมาลินโดไปกี่อ๋อbecause ปังกี่มามาลินโดปังกี่60幾เนี่ยสิ60幾塊นี่當金หาทำ tax กันแล้ว60幾塊60幾塊เนี่ย這邊拄會到點聲就好啊แล้ว我 dinner 嘛是6點半7點半係咯我講我咪是坐6點嘅飛機哦我到啲吉隆坡嘅嚇坐6點嘅飛機แล้ว我對嚟啊咪是叫正7點咯我三個會糊啦因為是我較早時我個吹另個叫咩 Firefly 我看 Firefly 不 Firefly 就較貴淡薄 Firefly 嘅飛機是5點แล้ว伊較貴伊是成 double 嘅 price 啊所以我去買馬林多嘅時候我可能是我較早搞 app 我驚講我買好我是買4點嘅後馬林多我買4點嘅後我到底伊嘅 ceremony 要起高價飛機點我驚買好坐4點嘅所以我買多啊時我買6點嘅一條4點嘅時候我成早搞較早就坐4點搞較晚就坐6點嘅我嘛錯啊上海波啦上海波我嘛錯啊我咩女啊哎，你冇計講49塊，我車我去比賽黑就冇嘢啦。講伊出去食到，喂，你係咩事？我看到60幾塊，我冇買，我冇買，我跟他買一條呢。But then 啊，when我看我 credit card charge 來嘅時候。咦，我你講唔知14塊15塊呢嘛 US dollars， 我15塊，嚇你平幾我講，我俾幾隻隻，但是我係較早教我咪是較早對咯，哎呦，雖然我冇錯啊，但係我講，對，阿 John， 我有影會了解一個物件，我甲你講話，我買啊物件，我對個去因為我較半年啊。我住我一個厝啦，住我阿姆個厝啊。人對起我互人暗甲我有影，買安尼貴啊，安尼貴啊，安尼貴。特別我只鹹食嘅，我講聽我到啲馬來西亞後，我買嘅衫係咪物件個了後，我無愛買成個即邊有票咧啊，有票嘅物件。啊對，我都無，我無買。我第一搞不是去買 Uniqlo 嘅衫，我買迄條 Uniqlo 嘅衫咧。英國啊本無誒，我買嘅是較特別一樣有迄個Mickey Mouse 啊brand 誒，我看啊等水我去買呢。啊哈呢啊哈當佢做啲澳洲。啊哈，做啲澳洲都未。當佢讀冊個無上，你做工個無上。哎呀，是啦，我對佢，我啲 evolve 對佢是做我 parasite 咧，同佢慘喎。所以誒爸爸會會，你當你學聲嘛？讀冊聲，讀冊講OK 小蛋啦，你打褲咯，有小蛋啊，仔點啊住掉係講點啊，佢講咗咯，哦嚇，你使做工嘅嚇，你使做20點正一禮拜，哦 OK 8單20點正少咯，係啦，Lucky，爸爸你做工啦，Portal 9 to 5 點40點正咯。爸爸你做工個攤子啊，邊類？佢就
咁樣累。接擺免13塊，免13塊人嘅累就咩就係只。如果以後馬來西亞 food 嘅了就好啦，香味，狂咁香味。嗱，接嚟每路你介安咗做，你咪 explain 我哋聽。哦，係去爸爸你做嘅啊，爸爸你做個什麼間 ？Good idea 啊！我有啲有一間新開嘅爸爸你喎，佢咪做個話咧。咩點？誒，講到爸爸你啊 ，LA 成個是有一間啊，當間。我沒有看你啊。是啊。我未去到個。你師傅啦。你個。爸爸你啊。John, I think Philadelphia 本有啊。Philadelphia 冇啊？哦，我唔知。我可能在講我想聽，我 because 聽咗到 LA 時，人講Papa Rich 會開到呢邊。伊人到底 US 真係 aggressive 啊，出邊開。Yeah，喲，對，好嚟。Because if you get franchise license, you need to agree to 開5間 within 1年。哦。真係伊個看伊個 franchise 嘅 requirement 真係high。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啊！希望咱到底迄個本來學嘅去對本來學嘅網友會去對我嘅即個 hip hop 嘅 Snapchat 嘅對話，了就是講招咧，招唔會使，招唔會使對，招 hip hop 唔會使，咁樣做個了啦。hip hop 招啊，有 Instagram 啊，有咱去本來學嘅網友以後，特行咁樣 list 啲啲咱看。嘅俾佢招。แล้วก็hip hop แล้วเราสิก็เราไม่ใจก็จู่ๆเหรอว่าบอกว่าฟีเจอร์จะเลยเป็นอะไรฮอกเกนแต่ไปแกเป็นอะไรที่聽講到底ว่า Snapchat เลย所以你看到時候可能ว่าเป็นฟีเจอร์อาหารเนี่ยฮะว่าแห่snap ก็到底出來อาหารเนี่ย哎呦阿長整好特特擺看我係 Snapchat 嘅喎我特擺看啊我看我知 Hello 我看會知啊人看都會知啊要咁講自己看咩我食架特擺有 ANG 啊，冇 NG， 你刷住超啊！我食架看亂，但是我食架邊啲學嘅人對就是，你看我看我係成個，我冇成個拔掉亂嘅可能，有嚟人成個亂個幾來費時，咱拍個攰，咱咪是冇看到咯。你係對我，你是看到我成個我冇說特節嘅聲，你 live 哈。我打字bằng laksa沙啦，叉龜條。會使成話啦，成話。你啲聲，this is for 阿漢嚇。我記到咯。乜就到咯。我當機咪到咯，我當機到咯。開車用啲 phone。但我不是用款嗎？南西咪是用款，咪是做到咯。搞掂緊了。其實咱講鬼嘅故事是咱講鬼嘅故事。我別得閒人講我流浪，你估啦。別得閒聽就獨爛我講啊。我啦。我講下面，少年就是13歲，講30歲喎。獨爛一佢哦。對，即個是你看嘛，即係 Snapchat 嘅 audience 啊，即係12、13歲起到30入幾歲 actually 嘅，แล้ว30歲。好啦，咁了所謂咁了就朋友咁了佢35歲。好，叫人你識對車啫，參加者啦，好 spread 咧，邊咧學嘅，然後即 Snapchat 嚟啊，好，咱個到底係邊 Snapchat 是報告物件咩爽？爽啊！等陣，個阿蕉 snap 玩下蕉。你可能都忘記就是東嘅位。阿蕉講 I love this， 你看到應該點？你誒？我只係想擺你。對。我唔驚你見到你佢爽。等陣我去搞我電話。你應該點？Yo， 爽嘅 filter。OK 啊，當今晚看大咧是到底嚟講幾個數是幾個數啊 ？Snapchat 幾個數就係刺激嘅嗬，讓 Snapchat 看到幾。
我未係咪未？你去邊呢學見.com 嘅榜樣，還是你俾 at 話？OK， 當緊冚底，你拜家講句啊，你拜要緊特別對嚟聽話啦，先嘅話題。然後若是講攏食青3個月8號300嘅食青，慢慢去考慮你較早考慮嚟講，考慮過談一個 special gift， 你 special gift 就特別嚟啊，讓特別慢慢去參加。然後你單哪都看到，我係單外你有啊，我係單冇有啊。哇！我 thank you 阿漢，我讓 snap 和你們叫，個人變得學嘅人，個人 snap 冇上冇上。我買 你咪 FaceTime， 你咪 interaction 呀？我買晒你幾百100多嘅，然後 FaceTime 我是叫了，我買晒了。我諗佢冇上 angle 嘅了喎，佢哋你話變得學嘅你冇上 angle，係看哎呦。阿咗你舊時啊，你 set 幾集隻 GoPro 啊，嗬，都計特大溫頭啊，然後都係做 live 嘛 ，live stream 嘛，要先嗰啲機啊。我是會要緊是迄個 Snapchat 嚇，我會變得學嘅嚇，就跟 Snapchat 就關係啫，依個關係。我講掉關係。係咪關係？咩關係？我頭先講到關係，我特別講關係嘛，定住我講，就是啲 podcast 就有時。我講本來學嘅加 Snapchat 嘅關係啫，真係愛，因為就是人 podcast 嘛，人咪 chat 咯。แล้ว依個 icon 依個即係 logo 是鬼嘅嘛，咱本來學嘅大禮拜講鬼嘅故事嘅嘛。你冇看咧？然後咧，咱本來學嘅呢，本來學嘅唔是成個話啦，本來學嘅呢 Snapchat 嘅 good 嚇，就是穿條本來學嘅呢 T-shirt 嘅嘛。對，是不是這條？我穿 BGHK 還是條？你把酒是你嘛啦？把酒。OK。等我開下分。像啦，攞 at 我本來學嘅呢，本是 at 這個即個你本來學嘅 Snapchat 嘅。actually 冇，是上次嚟，上次嚟 Snapchat。我 actually 我等要做啦，我想講我有 start 是本來學嘅呢，特別，後尾想，哎呀，你麻煩都要搬落嚟，我可能換 account，更khó，我直頭講，哎呀，做一嚟佢嘅影啦，Anyway 條，你唔是成日變咧學嘅條，你要看我做嘅物件，佢就是我between 那 show 嘅物件嘛。嗱，安尼，這個，特別我 customize 啦，係了。這位是你係按怎做咧？我自己做啦。哦。我自己用。等陣。design 咗。係咪？誒，對啦。是。有未？我OK， 哎呀，是你來嘛？是我來啦，我啲有啊。哦。特別趣味啊！你看是唔是成個變得學嘅？趣味。OK 啊，所以你人我講聽人，哎呦，我會 feature 你人無相嘅變得學嘅對話啦。若是講到愛嚟講啊，你成日你成日被吹到條白你。本來學嘅嘅朋友啊，你使甲我講咧，是我特啲 Snapchat 然後我使 feature 之類之類，所以我覺得我咪對阿漢咧嚇，我使對我 Snapchat 咯，或者是我幫伊嘅 Snap code 出來，然後我是幫伊嘅寫伊嘅 Snap name 出來，可能。我比較用。誒，我講，你少人叫唔要用，了解。我都聽頭前。好先嘅，即係物件都我諗真係無興嘅。啊 ？UK 冇興 Snapchat 咩？冇 ，UK 每個人會用我，嗰啲鐵圖 Pokemon 冇人用出嚟。誒 ，Pokemon 是真嘅厲害喎，貴嘅Melbourne嘅人本去用。係咩名？Pokemon Go。哦 ，Pokemon Go 啊！哦，我想講未開機，我唔知你講未開機。我出邊嘅馬打本。哇，Android app 未有。你去YouTube research 個 Android 用，because 我未看到啊。但係我只 show 了，是你去聽只 show，頭整。OK。
拜拜。感謝，拜拜。OK，see你 chat 啦，拜拜。我真係see你 chat 啦，拜拜。拜拜。